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最近我咧看一出日剧，叫做《Rivasaru Orchestra》。这是咧讲一个世界有名的指挥家，甲一个英俊互人叫做天才的小提琴家，做伙中正一个交响乐团的故事。不过，咱今仔日唔是要讲这出戏，有兴趣的家己去找来看。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交响乐团内底的乐器。娃娃 TV 讲台语。交响乐团一般会有弦乐器、插管乐器、单管乐器、打击乐器这四组乐器。咱来看这张图，一般交响乐团拢是坐安尼半圆的。伫舞台上头前的这轮是弦乐器，弦乐器有 violin、viola、cello、弦贝斯，这拢是外来语。不过即嘛有人甲因叫做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。低音大提琴，其中小提琴伫乐团内底，佮分做第一小提琴甲第二小提琴。第一小提琴简单来讲，就是负责主旋律；第二小提琴是负责和声。第一小提琴一般拢是坐伫图顶悬的这边，第二小提琴是坐伫第一小提琴的边仔。佮来舞台这边是大提琴甲中提琴，大提琴坐伫上外口，中提琴坐伫伊的边仔。中提琴是比小提琴大一点点仔的乐器，我遮拄好有中提琴甲小提琴，大家安尼看是毋是看袂出来这是中提琴？毋过若甲小提琴放伫伊边仔，安尼看是毋是就看会出来啊？就是因为因两个声了足像的，所以足侪人定定会甲因舞毋对去，或者这嘛是小提琴。因两个虽然足像的，演奏的方式嘛共款，拢是捏伫遮。然后用弓仔来 A， 不过因两个真正无同。中提琴的声是比小提琴低5度，小提琴的4条弦是嗦、来、拉、咪。中提琴无这条咪，不过伊加一条哆，伊是哆、嗦、来、拉。大提琴大家就较分得清楚啊，伊比小提琴、中提琴大足侪，而且伊是一种敢若会当坐咧演奏的乐器。大提琴4条弦的音甲中提琴同款，拢是哆、嗦、来、拉，不过伊是比中提琴低一个8度。刷落来低音大提琴嘛，甲大提琴足像，不过因为低音大提琴比大提琴大足侪，所以较少人会舞毋对。低音大提琴有2种演奏方式，一种是坐伫管椅仔顶悬，另外一种就是徛咧。低音大提琴伫乐团内底一般拢是伫大提琴的后壁。弦乐器讲了，咱来讲插管乐器。插管乐器有葫芦豆、乌达拉、欧布、巴笋，因一般是坐伫舞台中第二小提琴甲中提琴的后壁。葫芦豆就是这支环的分的乐器。葫芦头阁有一个亲情叫做低频仔，伊敢若有葫芦头的一半长尔，毋过伊的音色会当比葫芦头悬一个8度。伫乐团内底，低频仔一般拢会是互一个葫芦头的演奏者来分的，因为毋是每一首音乐拢有需要低频仔，所以平常时低频仔演奏者伫乐团内底就是分葫芦头。葫芦头伫乐团内底是坐伫靠小提琴这边的。刷落来，乌达拉甲欧布这2种乐器嘛，真侪人会舞毋对，两个拢是乌乌长长用喙分的乐器。不过欧布分的所在有2片力度，乌达拉分的所在敢若1片尔，所以乌达拉华语叫做单簧管，欧布叫做双簧管。欧布伫乐团内底一般拢是坐伫葫芦头的边仔，乌达拉是坐伫葫芦头的后壁。最后是生了有淡薄仔像甘蔗的巴笋。伊是所有插管乐器内底音上低的乐器，伫乐团内底一般拢是坐伫欧布的后壁。刷落来是单管乐器，单管乐器伫乐团内底有小吹、法国号、串蹦、兔把。小吹毋免我讲，大家应该对伊真熟悉啦。法国号就是生了圆圆有淡薄仔像落雷的乐器。串蹦甲其他单管乐器无共，伊无所在通好试。伊的演奏方式是由伊迄条管来改变无共的音，所以嘛有人会甲伊叫做春秋喇叭。
最后的兔爸是这四种单管乐器内底音上低的乐器。单管乐器的声音因为较大声，所以一般伫乐团内底拢是伫上后壁，就是伫插管乐器的后壁。一般拢是照法国号、小吹、创蹦、兔爸安尼来排的。最后是打击乐器，打击乐器有足侪种，咱主要介绍几种伫乐团内底较常看到的就好啊。打击乐器有定音鼓、大鼓、小鼓、三角铁、拨、锣、木琴、铁琴。除了定音鼓以外，其他的打击乐器无一定逐首歌拢会用到，所以除了定音鼓的演奏者以外，其他打击乐器的演奏者拢会负责2种以上的打击乐器哦。打击乐器一般拢是伫乐团的上后壁，定音鼓会伫图的这边，其他的打击乐器会伫这边。以上就是高雄乐团的基本乐器，有时阵会根据需要，佫会有徛琴甲管琴哦。好，安尼大家对高雄乐团敢有较熟悉啊？以后若是有机会去听音乐会，会当注意看卖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另外就把起赞甲分享出去，也袂电话关注朋友，嘛袂记得时电话卡微信，都按了上上先通知哦。另外，袂记得使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